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来讲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最近吃太多了，身材变得越来越胖，叫做最近食太多。最近就是最近，食就是吃，太多太多了，人就是这个人呐、变多就是变的，进来进去，学位老师最恨的，进来进去，越来越肥。跟住爱夹夹来做运动，那就得常常做运动啊，身体才会健康。跟住爱，那就要跟住爱夹夹，就是常常来做运动，做运动。对了，身体就是身体，才会健康，健康就是健康。一起去公园跑步啊！爱穷哈去公园走嘛，穷哈就是 together 一起哦，公园就是公园，走就是跑步咯。好啊！来嘿呀！我们请谁呢？陈丽红会说客家话吗？听就知道了。最近食太多，身体变到紧来紧皮耶。该做的接接来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健康。我穷哈去公园走嘛。好啊，来去啊。好啊，行啊。如果有客家朋友说他越来越胖了，您要怎么跟他讲呢？跟住爱夹夹来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健康安慰。看吧，开口说客家话没有这么难，对不对？跟着徐薇老师念就会了。安子 say 拜拜。